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学法》，我是民主。热天到了，你敢说保护无？今日民主就要教大家做两个集中保护，快点用完做哦。今天的民主不需要去名店买这汤头回来，白玉萝卜、红萝卜就是凝饮，它是主要我的汤头的甜分的来源。今天要学到的新的词，我准备了很丰富的火锅料。要学的就是这个虾子，虾子的客家话就是叫做哈公，哈公。好，现在呢主要放这个海鲜的部分呢，也是要让这个汤头比较甜一点。好，我现在要把这个汤头里面很重要的灵魂就是，很棒酸酸甜甜的香吉汁跟吉酱，我要加下去喽。吉酱加到火锅里面好吃吗？当然是好吃啊，而且呢，重点就是因为有加了吉酱下去，所以呢，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句子，就是夏天也能吃火锅。热天你做得食火锅，热天你做得食火锅哦。好，我现在把我丰盛的火锅料加进来。那至于火锅料部分，就看个人的喜好，很期待哦。我们再让它滚一下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的吉酱火锅已经做好了，请到我们的试吃员来帮我们品尝看看。来，好甜哦。对，我们刚才把用吉酱下去煮的火锅，所以我教你讲一句客家话好不好？好，就是叫做夏天也能吃火锅。这句客家话呢，就是叫做热天没做得吃火锅，热天没做得吃火锅。不，对，恭喜你，对，是不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学做这个吉酱火锅，非常适合夏天来吃哦。重点是我们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夏天，热甜，热甜。第二个呢就是虾，哈公，哈公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夏天也能吃火锅。热天没做得食火锅，热天没做得食火锅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记得哦，连料理要把它学起来，多多练习客家话喽。明天见，拜拜。